各位頂姊妹，今日繼續講耶利米書第7堂，經文響耶利米書第30章至33章，題目係復興第2講，副題就係教會 Ecclesia。雅各嘅子孫以色列國嘅復興幾時發生呢？情況好似耶穌嘅門徒問復活後嘅耶穌基督：主啊，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呢個時候嗎？先知復興嘅預言宣講於主前587年，到主後33年，耶穌升天嘅時候，大約經過咗620年，以色列國復興嘅事還未發生。至今，耶利米先知嘅預言和耶穌門徒心中嘅以色列復興仲未發生，係咪神嘅話落空？點樣解釋以色列國還未復興嘅現象呢？我哋試下用末世教會論嚟解釋呢種情況。以色列復興嘅藍圖，復興就係 restoration。耶利米書33:6至7節咁講：看啊，我要使這城，呢個城就係耶路撒冷啦，得以痊癒安舒，使城中嘅人得醫治，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。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回，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。呢兩節聖經大概可以概括咗以色列復興嘅藍圖。咁我哋睇馬太福音10章18至19節啦。18節，我還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嘅權柄不能勝過他。呢度教會咧係用 Ecclesia 呢個希臘字，個 strong number 咧就係 G1577。陰間咧英文亦叫 hell，strong number 咧就係 G86。19節，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呢個你就係彼得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兩節嘅意思就係彼得承認耶穌是彌賽亞，眾先知所應許嘅大衛的公義苗裔。耶穌便把天國嘅鑰匙給彼得。耶穌又話啦，他要把他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。呢度都係個教會就係用 Ecclesia G1577。這磐石係指耶穌同埋門徒等人站着嘅地方喎，地點就係該撒利亞腓立比，希臘人稱為班尼亞斯，響黑門山其中一個山上嘅岩石峭壁，峭壁底下係潘神岩洞。耶穌話：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。咁磐石代啲乜嘢呢？我哋後來咧就會再解釋嘅。經文啟示嘅耶穌基督磐石上建造嘅教會究竟係乜嘢嚟嘅呢？一般嘅答案都話教會係信耶穌是基督永生神的獨生子嘅群體。經文又啟示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，意思係這群人已勝過死亡，不用進去死人聚集嘅居所，即係陰間。咁呢處有個難題喎。今天嘅教會我哋信耶穌係基督嘅群體，已勝過死亡嗎？意思就係我哋嘅身體係咪唔會死嘅呢？一般嘅信仰話，我哋將來會復活，那時信徒才勝過死亡。咁我再諗下啦，經文啟示嘅耶穌基督的教會有乜嘢呢？或者馬太福音16、18節係點樣解釋嘅呢？因為我哋仲未
係復活喎，未能勝過死亡喎。OK，咁又睇另一段聖經啦，《使徒行傳》7章37至39節。那曾對以色列人說：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這位摩西。這人曾在曠野會中和西奈山上與那對他說話的天使同在，又與我們的祖宗同在，並且領受活潑的聖言傳給我們。留意啦，呢度個會咧，響King James Version 亦係 church 嘅，就係 ecclesia 呢一個字嚟嘅。39節，我們的祖宗不肯聽從，反棄絕他，心裡歸向埃及。咁我哋留意第38節，中譯咧就係會喎，係 ecclesia 呢個字，但係咧 King James 咧卻將呢個原文譯為 church 啦。咁我哋問啦，為何 King James Version 將《使徒行傳》7章38節嘅 ecclesia 譯為 church？ 又點解中文聖經在呢一節《使徒行傳》7章38節 ecclesia 呢個字咧譯為會，就唔譯為教會咧？威克里夫譯本咧喺14世紀嘅，係將拉丁文姆加大譯本轉譯成英文時，開始使用 church 呢個字啦。呢個字係源自希臘文嘅，意思為主嘅，嚟翻譯 ecclesia，建立咗教會呢個概念嘅英文表達。但到欽定版聖經即係 King James Version 響1611年嘅時候，這版聖經確立咗 church 成為 ecclesia 嘅標準英文翻譯，係至到而家都係咁樣翻譯法。咁 church 呢個詞咧係源自古英語 kirkus 呢個字，意思係 house of God，a place to worship God， 神嘅殿宇，拜他的地方。但係留意呢個地方唔係指一個建築物，亦係唔會受地理位置嘅限制嘅。重點係神的臨在，意思即係話神臨在嘅地方就係呢個神嘅殿宇啦。後嚟中譯本把新約嘅信眾聚集一起嘅時候譯為教會，所以《使徒行傳》7章38節以色列民嘅聚集就譯為會啦，就唔譯為教會，因為呢個唔係新約信徒聚集嘅時候。但係咧 King James Version 咧都係照譯為 church。《使徒行傳》7章38節說摩西在曠野會，意思係摩西在以色列民中間，地點就係西奈山一齊聚會嘅。佢哋雖然喺西奈山同神立咗約，但係佢哋未守過約喎。據此，以色列國復興就係指呢個會嘅復興啦。當 ecclesia 喺馬太福音16章18節同埋使徒行傳7章38節兩節一齊使用嘅時候，就可以知耶穌嘅教會和以色列民在曠野中嘅會，在本質上都係相同嘅。佢哋都係在神嘅殿宇中敬拜佢，意思就係喺神嘅臨在嘅時候敬拜佢。首先係曠野中嘅會，跟住咧係耶穌在磐石建立嘅教會。以色列嘅復興就係指佢哋嘅列祖在曠野中嘅會嘅復興。今日我哋認知嘅教會，即係信徒嘅聚集，能勝過死亡，不用進入陰間嘅情景，仲未發生喎。情況與以色列復興還未發生係一樣嘅。呢度就講明咗一件我哋好難接受嘅耶穌嘅教訓啦。地上可見嘅持基督教信仰嘅群體或者叫教會，
並不是馬太福音16章18節講嘅耶穌在磐石建嘅教會。相信大家都一樣嘅，係好難去接受呢一個嘅結論。理由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哋在今世仲會死嘅喎，進入死人之地就係陰間啦。咁耶穌建造在磐石上嘅教會 Ecclesia 究竟係指乜嘢呢？你睇希伯來書嘅話12章22至24節，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裏有千萬的天使，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，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，並新約的中保耶穌，以及所灑的血，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。大家留意第23節，眾長子之會，呢個會呢，就係 King James 又為 Church Ecclesia 所共聚嘅總會啦。這節嘅諸長子之會就係指在天上嘅耶路撒冷。從神啟示嘅歷史線啊，即係啟示鏈嚟睇啦，首先係以色列人在曠野嘅會，第二呢，就係在磐石建立嘅耶穌嘅教會，最後呢，係諸長子在天上嘅會是在神的殿宇中敬拜佢嘅群眾。殿宇呢，就係神臨在嘅地方。咁在天上嘅會咁又點嘅呢？我睇啟示錄11章1至2節，有一根葦子賜給我，呢個我就係約翰，當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話說：起來，將神的殿和祭壇，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只是殿外的院子已留下不用量，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，他們要踐踏聖城42個月。在這兩節所提及嘅聖殿係末世嘅聖殿。第一節講量一量在殿中禮拜的人，表示呢啲人係已被神判斷佢哋係屬神的。第二節話不屬於神嘅就不用量啦。你有睇啟示錄21章1至2節，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婦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末世的聖殿就喺在新天新地，聖城新耶路撒冷，意思係神臨在新耶路撒冷，意思係永永遠遠嘅。啟示錄11章第1節記載，在殿中禮拜的人係天上嘅耶路撒冷，神嘅臨在中敬拜神。因此末世嘅教會或者末世嘅會呢，Ecclesia 係已經勝過死亡啦。你又睇以弗所書1章22、23節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從死裏復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，遠超過一切執政嘅、掌權嘅、有能嘅、主治嘅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，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。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，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。教會是他的身體，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。呢段經文呢，有兩個要點：神在基督裏勝過世上一切權柄，基督係從死裏復活，在基督裏嘅人必會從死裏復活。信徒勝過死亡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是在基督再來嘅時候先至發生。基督再來時，一批人會從死裏復活，從死人之地即陰間啦走出嚟，
站在新耶路撒冷神臨在嘅聖殿敬拜神。呢一種嘅聚集就係天上嘅教會嘅聚集。這一段活世論嘅經文提供咗馬太福音16、18節嘅啟示嘅教會勝過陰間權勢嘅時間。時間係基督再來，信徒復活，在基督裏嘅人是已被神量度嘅人。所以我哋有一個結論就係馬太福音16章18節啟示嘅在磐石上嘅耶穌嘅教會就係指末世嘅教會。耶利米書33、6至7節以色列復興嘅藍圖。看哪，我要使這城耶路撒冷得以痊癒安舒，使城中嘅人得醫治，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。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回，被建立，他和起初一樣。據以上嘅討論呢，第6節記載嘅這城，即係耶路撒冷得以痊癒安舒嘅時間，就係末世基督再來嘅時候。結論之二，曠野會 Ecclesia， 使徒行傳7章38節，出埃及記19、19至20節係影兒，實體係天上嘅會，係啟示錄11章第1節，或者諸長子嘅會來12、23節所講嘅。呢個時候就係以色列國復興嘅時間，就係使徒行傳1章6節所問嘅問題，亦係先知耶利米以色列回歸預言應驗嘅時間。我睇第三個結論，馬太福音話16、18嘅解釋，磐石咧就係指基督復活嘅大能。耶穌末世嘅教會就係建立在基督復活嘅大能，即呢個大能就勝過死亡嘅勢力。呢個解釋與而家嘅一般教牧傳道嘅解釋係唔同嘅。一般解釋係現今嘅教會係耶穌所建立，由相信耶穌係基督嘅人組成。磐石係指彼得嘅信仰，耶穌係基督，教會有勝過陰間嘅權柄。呢個係今世教會論，有異於末世嘅教會論。我哋睇第四個結論。Ecclesia嘅意思係個重點唔係在召集或者係 call out。Church 係出自英文古字 circus， 意思係神嘅殿宇或者神嘅居所。Church 嘅意思係在神嘅殿宇聚集嘅敬拜者，故此重點係聚集敬拜神。所以第五結論，只有以色列復興嘅，係冇所謂教會嘅復興 restoration， 但係會有教會嘅 revival。我哋一齊互勉。本文討論嘅係以 Ecclesia 為核心。King James Version 把這希臘字譯為 church， 原意係在神臨在之處嘅敬拜者。啟示錄是啟示錄最後嘅環扣，這卷書啟示將來嘅末世，神永永遠遠臨在新耶路撒冷，被神揀選嘅人係在新耶路撒冷敬拜那位獨一嘅創造者。這些敬拜者係天上嘅會，係天上嘅教會，係真實嘅 Ecclesia。今日我哋要問嘅唔係末世幾時嚟到，而係我哋是否屬於真實嘅 Ecclesia。我哋咪是否參與真實嘅 Ecclesia？ 答案係我哋是否被神量一量，可在神臨在屬於他的殿宇內聚集敬拜佢。今日我哋嘅分享到此為止。